每年10月第2个礼拜六是世界安宁日，今年嘛拄好是奇美医学中心慈恩病房成立满14周年，配合今年世界安宁日的主题，疗愈心灵甲社区，院方嘛主办系列的活动，对机构安宁疗护病院之间的研讨会，甲基层院所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安宁缓和医疗照顾网络，提升社区机构安宁疗护的专业智能，希望为病人甲家属带来更好的照护甲医疗。我们奇美医院非常注重安宁缓和医疗。那我们开办安宁病房已经14年了，同时我们有全台湾最大的居家安宁团队，安宁共照，我们都非常的注意来推动。我们希望提供给患者在生命末期的时候，能够有一个安宁缓和的一个生活，能够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能够顺利的走完，那能够过上好的生活，那跟家人能够拥有最好的回忆。那让我们一起来推动安宁，让医院都是安宁的，世界都是安宁的。机构安宁是现在政府推动安宁政策的一个重点。那么过去很多长者在机构并没有办法接受到很好安宁的服务，那我们奇美医院的安宁病房的主治医师现在开始支援机构的安宁，让长者在机构也能够顺利的接受安宁的服务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。除了病院之间的研讨会，另外上午伫1楼大厅佮举办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宣传，现场除了患者家属的分享，还有音乐响应，场面温馨。爸爸的每一个不舒服，我都会很积极的去问医护人员该怎么帮助爸爸，才可以让爸爸的身体可以舒服一点。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天使们不厌其烦的帮助我们，让我爸爸最后一段路是身心灵都呈现非常舒服的状态，安详的离开。我相信他是笑着离开的。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现在都不痛了，灵魂都自由了，去更好的地方去旅行了。身为女儿的我也没有遗憾了。最后我想要说的是，好好珍惜还未身旁的家人，提前做预立医疗决定真的很重要。安宁病房缓和医疗可以帮助家人无痛。奇美医学中心于2008年成立慈恩病房，到2012年成立安宁疗护的委员会，甲缓和医疗中心。所想的病人无限是癌症末期，主要希望各种疾病末期患者拢会用得到善终，互末期的病人无论伫叨一个专科，拢会用得到安宁疗护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